Hello，Tony 哥你好 Hello，啊！想問下咧，多明尼加咖啡啦，呢隻同埋呢個越南咖啡三合一有咩分別啊？多明尼加嘅咖啡咧，全部都係要煲嘅。咁呢啲有豆莊，有一啲咧就磨咗粉，全部都係100年歷史㗎啦。咁咧，你買越南嘅咖啡三合一，就可能買幾十蚊，就有幾十包。但係咧，呢啲咁嘅咖啡多明尼加翻嚟，1磅嘅咖啡，坐飛機翻嚟都要50-60蚊。就大家唔好相提並論，呢啲係精品嘅咖啡，所以咧我係介紹俾你哋呢啲精品嘅咖啡，同埋咧有質素嘅，翻大陸、翻中國打稅，好似都要30%，起碼都20-多%㗎啦，係有分別嘅，同越南咖啡又唔同，所以大家都要清楚一啲，係咁，多謝。